有这个运动公园啊，差不多有30栋建设掉哈。目前啊，都要离这个设施啊稍微有一点老旧啊，还有牵涉到有当时啊，迄大雨时阵啊，这个散步道啊，有一寡迄个积水的这现象哈。所以市长看到这个现象指示市政府都发叫工务局、体育处还有公所共同来争取预算来进行这个体育公园的改造。咱有这市民这样关心所以市政府希望在这个工程动工之前用这个设计内容向这个市民先来进行说明报告如果大家没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大概原则上近期大概就会动工兴建。是要再了解咱这个工程周边的这个工程了环境的改善了是什么工程改善了安怎是不是对咱玉井区这区民有所利益啦如果有有较好啦咱当然甲支持啦若是讲有所缺陷的话，咱当然提出真好的办法甲建议啦会当改善啦。改善进程就有真正在行，改善了应该会阁愈侪人吸引较侪人潮来。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玉井运动公园已使用将近30年，为重新活化以及规划符合现代人使用的功能，台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公务局及体育处共同向中央争取补助经费，办理周边环境改善工程。相信运动公园改善后，能大大提升市民朋友休闲居住的品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鼓楼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过去也曾经在这个地方把公园设置好，但是已经时隔蛮久了，20多年了所以说有一些设施，还有基础设施，还有游乐设施，还有能够亲子共有的一些设施，都有需要补强、加强、整修的地方。因此呢，我们特别请都发局来努力来把这个部分做好这个也谢谢议会的关心，还有谢谢立委的关心，那也谢谢我们许多各位里长们还有许多民众大家的一个共同关心，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如期如职的完工，然后提供一个玉井还有山区的民众就最好的休息的地方。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3月9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第3届第12次临时会上午伫新营民治中心的艺术厅召开，会中将对俄国发动战争，议会通过强烈谴责案，嘛成为全国第一个公开谴责俄国武力的市会，被公开为乌克兰发声。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12次的临时会9号上午伫新营民治艺术厅来召开，大会由议长郭信良主持，市长黄伟哲带领市府各局处的首长列席。伫开幕式过后，议员蔡玉辉首先提出临时动议，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造成百姓无辜来受害，提出强烈的谴责，并且得到大会一致的通过。咱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发动战争，伤及无辜，和百姓流离失所，这个谴责案，我拜托议长征求议会同意啦会当表示咱台南市议会反对世界这个俄情的战争、无理的战争，和百姓流离失所，这个紧急动议案，拜托议长给他采取者，谴责苏俄入侵乌克兰一案。发生谴责案，本人们其他意见，那我们就全数通过这个案子，来正式台南市议会谴责苏联入侵乌克兰战略侵略的行为，发出谴责。我们通过。除了谴责俄罗斯，另外大会嘛为乌克兰来发声，现场每一位议员加官员的桌顶，除了放上乌克兰国旗代表的兰花。伫议会开幕式过后，议员无分政党出面来支持乌克兰，并且拍算将兰花来义卖，
增援乌克兰。要甲咱这间厂商要有乌克兰标志的兰花，有国旗标志的兰花，义卖所得了，买了我们了同日3月26号，在南产的中间要义卖，将义卖所得全部要捐给乌克兰这个国家，来帮助流离失所这贫困的百姓，乌克兰百姓了哈。义卖兰花，声援乌克兰！义卖兰花，声援乌克兰！有议员甲兰花业者想出将兰花喷上蓝黄色系的乌克兰国旗的代表，预计将伫3月26台湾国际兰展的展售区来义卖，总共700盆，表达台南乡亲追求世界和平的声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这摆议会临时会开议，市府总共58件提案，其中54件拢是店付款案。有议员就认为有一寡店付款并无迫切性，要求检讨办理。另外，针对日前6天到5摆停电，议员交通界要求黄市长对台电的态度要较强硬。议会第12次临时会伫开幕式过后，马上进行听取委员会审定结果的报告。日前，市府向听委会总共提出57件提案。另外，建设市地台南水道100年电视甲教育推广计划，因为急迫的需要，上午直接交付大会联席审查。总共58案当中，有54件是电付款案，因此有一位议员有意见，认为电付款应该是具有急迫性，若无应该顺正常的预算来办理追加检，而且嘛袂用个跨年度来转正。我无认同3月应该前责自己今年发生，即马上要做工程啊，要建设啊，明年才要转正。我无支持讲咱甲进马上发生电路案，要个追加减预算较合理啊。我们希望在预算里面的编列是年度编列，但是你要垫付款，我希望就是你在转正的时候不要跨年度转正。我们因为支持你在行政里面审计部，到时候你怎么去决算呢？所以说，比如讲，你今天你是年度里面转正，比如你要追加也好，追加减预算也好，你年度里面转正，我想这是 OK 的。但是你跨了年度，比如说100年，你111年，你应该年度转正，你把它跨到112年，我想这个不太合理了哈。我们承诺这个议会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对于一些把什么案子适合提追加减预算，什么案子因为时效性的因素，我们希望提用垫付的方式，在4年度的预算转正。以现在来讲，今年3月，现在已经3月了。那如果说要移到明年度的预算审查，各位在今年6月、7月的时候就可以审到明年度的预算了。所以说，基本上没有这个时间上差不了多少。但是如果说有时效性的一些建设案，今年在临时会就可以通过垫付案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执行。那中间4个月的时间，可能不在意的人会觉得说4个月没差，但是我们真的是很在意这个时间呢的时效性，要拜托各位议员支持。除了垫付款案，另外议员嘉两届嘛为303的大停电，呼吁市长黄伟体应该硬起来。尤其永康地区6天来停电5届，应该提出强烈来赔偿。永康6天停电5天，6天停5摆。台电的公司捐予高雄要做一个建设动物园，捐8000万，咱台南市互当作塑胶。停电停台南，捐钱捐高雄。市长，你甲罚一个25万，安尼对台南市民敢有公平？这个时阵你是要出来发声的时阵啊，强烈要求啊，无8000嘛有800，对台南市民是足无公平呢。尤其303一个啥物3跳了，一个跳了就对啦。咱台南市多好连续5日，拢总有人咧停电。市长啊，敢看你罚25万尔，你还袂替台南市民发声呢？你垫付款案经过最后的讨论，主席裁示，原则上若无违背相关的法令，或者是自爱难行，
请市府伫个执会期结束进前，将顶半年度的电费款案改成追加减预算，莫搁再留到明年度来转正。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全国第一座多功能使用的台南场馆，就是位伫桂林的大台南会展中心，会当容纳5500人600单位，预计4月21号开幕。伫开幕之前，市府嘛宣布3月19号暗时6点将举办压力切切演唱会，开放超过2500外名的歌迷进场观看。位伫桂林高铁特定区的大台南会展中心，4月21号特别正式开幕。市府杜拉成发表2座国际级的户外公共艺术。3月19号嘛伫中央主导，要邀请知名歌手罗俊硕等人举办压力切切的演唱会，因为包括附近就是三井Outlet，两边若同时营运，对着周边交通有真大考验。对此，市长吴伟铁表示有信心会当通过。这样子一个在会展中心大型的人潮聚散，它会不会带来这个交通的冲击，以及整个会场的布置、停车的问题？其实，在我们228连假期间，这个三井 Outlet 那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压力测试，他们的这个每天有2-3万人以上的顾客来进出。那对地方的交通，还有这个整个都市机能会不会造成冲击？其实这2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压力测试，包括晚上的演唱会，319的晚上的演唱会，包括这个假日的这个三井Outlet，或者是在三井Outlet同时营运，那会展中心也同时营运的情况下，这样子的双重的压力，我相信应该可以通得过这个压力测试。为了让会展中心顺利营运，3月份将举办一系列压力切切活动，由里民、工会、产业联盟等各界代表做伙来体验这座会当看展览、有演唱会、有体育比赛等各功能的展演空间。台南新闻管及何强邦采访报道。所以目前担受8台医疗巡回车来执行偏乡的行动医疗计划，不过需求量也是不够，所以国际护轮社结合真济爱心企业，捐赠一台1250万的年房领养巡回车予台南病院，要予偏乡的社区甲妇女同款享有筛检服务的方便。这台全新医疗巡回车，除了有数位化的年房摄影，也有子宫颈抹片甲超音波3合1的服务。所有检查资料拢会甲病院连线，由专业的医生来诊断，对着偏乡民众是一大福音。对此，国际护轮社台湾甲日本4个地区54个单位以及10位善心企业，为了响应台南行动医疗计划，特别结合大家力量，筹募1250万，完成因有史以来上大笔的捐献。副市长赵庆辉9号上午代表市长甲台南市民感谢单位爱心，守护偏乡的社区妇女。这一次好不容易在大家的协助之下，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么高级的扶轮的这个卓越1号来加入我们全民健检的这个行列。那它有3个功能啊，第一项功能就是数位的摄影子宫颈的抹片跟超音波的这个巡回，3项合一，可以让我们的癌症的筛检，尤其是乳癌的这个筛检，它的这个准确度可以提高，尤其是在偏乡的服务。云嘉南有330万人口，我们的人口老化是最严重的。那全国里面大众运输系统也是最不便利的，有143个无医村，1/3都分布在云嘉南，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医疗车的需求非常的殷切。关键东港国际护轮社35控制区总监吴秀华，拄好是伊一家族的生日，嘛算是完成一件伊改善人生的心愿。我们今年的年度口号叫“以服务改善人生”。那以服务改善人生我们改善别人的人生，也是改善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在今年度呢，我们台湾12个地区都特别来注重我们的服务计划。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医疗设备，预防胜于治疗这个概念，所以在整个偏乡里面，
今天这个服务计划也符合我们今年国际扶轮，我们的癌社长他一直来注重，希望我们从女力还有妇女的保健方面，还有孩童方面多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服务计划。关键仪式过后，这台医疗巡回车将提供台南病院甲成大病院斗六分院共同来使用。目前已经规划164场，预计服务4900人次，也包括婚礼的偏乡。根据统计，敢若出动一台医疗巡回车，一天就当挽救将近60位女性，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个一台车一年可以挽救多少家庭呢？我们过去一直在跟台南市政府合作，我们过去那辆车已经有10几年了，都是台南市政府协助我们一起在偏乡地区一起做，一年可以找出40到60个是阳性，我们一年筛选好几千个，可以40到60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月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一个新发现，他自己不知道。但被强调，虽然年癌发现率是女性癌症的第1位，不过早期发现治疗5档存活率达到9成以上，所以45岁到69岁女性每2档一摆爱记得筛检。二等亲内有年癌的，则建议提早到40岁检查。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先听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由台南市美术馆甲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第1摆合作的工艺展览，为期3个月，要伫美术馆展出。其中黄伟特邀请全国民众来台南欣赏这场跨文化、跨领域、佮跨时代工艺展览。台南市美术馆去年10月，甲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启动策略联名。双方合作小由当代工艺合创展，和工艺以当代艺术回应社会的趋势。所以我们展出的展品或许数量还没有到达非常大的一个数量，可是今天来自各个领域、不同领域的工艺家们都希望能够到现场来看一看，到底在当代艺术的场域里面如何去呈现我们工艺家的一个作品，用什么样的概念来传达。能够超越材质，超越所谓的技术，而能够进到一个文化的一个生活领域，一个文化的哲学的概念。这个空间、时间，还有用最快的速度，在一个慢活的古都里面的最漂亮的美术馆，能够举办的这个跨领域、跨时间、跨文化、跨世代的一个展览，我们非常感佩，也谢谢南美馆。更感谢文化部以及国家工艺研究中心能给我们这个机会，让许多来自全国各地还有台南府城的市民朋友们都能够有这个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够看到这个当代工艺这个合创展。一摆工艺作品展览强调，在创作者的合作的过程中，对不知领域的探索，结合装置美学思想逍遥游中所追求的自由观。工艺时间、空间佮速度3个维度中各自展开，嘛互相融合产生工艺作品。展期为期3个月，伫台南美术馆做展出。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成大甲永丰银行积极栽培新世代人才，其中所提供的奖助学金，今年申请人数突破400位，创下历年来新高。最后经过审查，选出60位得到奖助。成功大学甲永丰银行4日上午，伫成大胜利校区未来馆举办鼓励成功大学永丰商业银行奖助学金第5届颁奖典礼，由成大校长苏慧珍以及永丰银行总经理庄明福亲自颁发予60位来自成大各学院的优秀学生。谢谢这个永丰银行跟我们自己的愉快的这个合作。
学生的奖学金的这个人数跟数字，5、6年来已经超过420位啊。那么这个金额也大概是2750万左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心意。意思就是说，来自于这个 corporate industry 的很多的努力，希望 support， 希望支持所有的同学更专心的把你变成一个将来可以有更多贡献的人啊。那我们每一个 recipient 都应该去感谢后面的心意。那感谢这个心意最好的方式是就是 be a better person。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变成一个会为下一个社会那个更好的事情努力的人。永丰银行甲成功大学长年合作，不但提供奖助学金，同时也合作开办财务金融以及金融科技甲资讯工程3色专班，提供就学甲就业机会。产业的角度跟从这个学业的角度里面去看不同事情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激荡出一些火花出来。那这中间从第1年，我觉得是有点易入难遇，但是不能讲可以跟得上，是最起码讲而是satisfied的result。那这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教学相长，那我觉得我们有同仁比学校干这样多的事情。那同时呢，在这个刚校长提到说，在从2017年到现在呢，未来还有更多计划要做。那在讲述学习这边，我大概有420几位同学已经参与这个部分，那这是代表说我们永丰的一个心意。今年奖助学金申请人数超过400人，有来自世界20个国家在学院，即选出60人获奖，甚至有学生连续申请4档，最后也是无通过审核。由此可见，会当入选的拢是上优秀的人才。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109年年癌发生率伫女性是排名第1。不过，早期发现、早期治疗，5档的存活率比其他癌症较高，而且现在基于病院嘛介入中医药的治疗，不但增加患者抗癌的生活品质，另外嘛减轻化疗的副作用。台南市一名40多岁的女子，因为年癌无及时来就医，拖了2档外年房的硬块皮肤出现溃疡，而且搁来闪花。后来就医诊疗，发现是乳腺癌第4期，而且已经转移到淋巴甲细胞，已经无法度开刀来治疗，只用的靠化疗和状块来变小。经过基密医学中心中医癌症的辅助治疗，目前溃疡的部分嘛已经有小可收缩。中医大概对于乳癌的治疗上面的话，第一种的话，常来中医门诊的常会是因为化疗或放疗之后的后遗症的影响。那化疗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是像说，有些人化疗后可能会拉肚子啦，或者是有些人化疗后可能会便秘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说食欲不振啊，或者是说掉头发啊，或者是像手啊脚啊，这时候会有一些皲裂的状况。那这些都可以借由中医的辅助治疗去减轻这些副作用。那另外来的还有包括说像手术之后的后遗症也是有的，有些患者可能手术之后呢，这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淋巴水肿的状况。那通常这种淋巴水肿状况的话，我们可以借由针灸去疏通经络，去帮他减轻这个不舒服的状况。基密医学中心中医部医师陈浩军表示，请看的年癌患者会到中医来门诊，大部分拢是因为化疗或者是放射治疗的副作用，经过中医的调理甲针灸的治疗。必要时配合复健，对着病情拢有真好的改善。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9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